硕大饱满，刚采收的葡萄上头一层白色粉末。一般人怕农药总要洗干净，白茅台的果农却说不行。这个葡萄唯一它就是会香，好啊，会香之后，它果粉特别漂亮，有没有哈？啊，果粉在日本人说果粉是最营养的，所以它的名字连皮吃啊。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因为把关严谨。新设白茅台是外销专区，日本人要求严格记录每个步骤，确保没有滥用农药。品质保证在论斤称两的水果销售上，也就是价格的保证。我知道它1公斤的话，卖在台币的话，跟我们过去看的话，有500-600块这样子。但外销条件在转变，眼前这些新鲜葡萄采收之后要先冷藏12天，没果蝇才能到日本，增加了果农的耗损。懂得变通的客家农民为葡萄找新的出路。像香港、新加坡来讲的话，大概出去的话，1年度的话，差不多就是100多吨这样子。外销品质的口碑也抓住台湾消费者，自己到产地找好货。忙着将葡萄分级再包装，和时间赛跑。超商预购订单、包装出货要做到1日配，新鲜是卖点。小姐，你东河区的葡萄呀，送给你啊。暗用货，怎么好意思？老板说这个葡萄好吃，要送给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算是特级的。特级的，对。作为台湾最主要的葡萄外销专区，在白茅台这里的农民面对的却是出口价格被低估，也因而出口价未必比得上国内内销价格。那既然如此，干脆把值顾好，吸引更多的民众直接来产地下订单，也因而能够稳定他们的销售量。要松本暗用后，要松本暗用后。